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唔知大家敢会记即顶回牧师甲大家讲即个呼召甲提示的第一讲。伫第一讲中间，咱有提到摩西安怎拒绝上帝呼召，有讲两个理由。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伊所提出的其他的理由，以及上帝对伊的回答。希望会当透过安尼来食做咱的帮衬，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你的面前听你的话。求主你拍开阮的心门，互阮有属灵的目睭，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帮助阮有充足的信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阮恳求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先来复习咱顶回摩西所讲的两个理由上帝呼召伊无要答应上帝呼召伊来提示。第一个理由就讲我算啥物？为什么你要呼召我？上帝来回答就讲我的确甲你同在，互你有快乐。上帝咧竞选人做器具毋是看这个人是啥物，是伊要使用伊才做器具，会当互这个器具发挥伊的功能。第二个摩西的理由是讲，安尼我若叫以色列人讲我要带因出埃及，伊会讲啥物人叫你来？上帝来回答讲，我是创世成终的上帝，我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甲以色列百姓有关系的上帝。所以上帝用这两个这个回答来回应摩西，但是摩西显然也无满意，所以伊继续提出第三个理由。第三理由是讲无人信我，我是算啥物人？我去叫以色列人出埃及，伊就要对我去吗？无人会信我。所以伊对上帝讲：假使若以色列人无信我，毋听我的话，讲你将来无对我显现过，我要安怎？因可能认为我是一个骗子。因为咱来理解摩西伊的背景，伊这时阵是一个流浪伫旷野的牧者，可能过去的经验影响着伊。咱知影摩西为什么会流浪去旷野？是因为伊捌替伊两个希伯来的同胞排解纷争，伊两个咧冤家，伊为着要去替因主持公道，结果安怎？好心互雷霆。结果这人无要听伊，所以这件代志佫深深影响着伊。伊佫想讲如果我即时的时阵佫起来一些人讲上帝爱我带伊出埃及，如果伊若无相信，要安怎？所以伊甲上帝讲如果照你的意思我催啊我以色列同胞讲因祖先的上帝爱我，爱恁对我走，因若无信我，我要安怎？因可以了做我是咧骗因，可能了做我已经起笑。亲爱兄弟姊妹，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咱人真卑细，讲话无够重。咱算啥物货？别人敢要相信咱？牧师都捌有听过兄弟姊妹对我讲过，讲牧师，我真想要对我的朋友传福音，但是我的身份地位遐尼微细，我讲的人敢有要信我？我讲的人敢要信我？咱看记着上帝安怎回答伊。上帝来讲，你身躯顶爱有新的技术啦。上帝无马上生气，伊只用耐心想办法要说服这伊所竞选的罗卜摩西。上帝来问讲：你手里摕的是啥？伊讲我摕一支管仔。上帝讲：你将伊等伫涂骹，叫这支管仔煞变做一只蛇。摩西真惊吓想要走，但是上帝对摩西讲：你伸你的手抓条这个蛇的尾。所以摩西就伸手抓这个蛇的尾了，这蛇佫变做一支管仔。上帝讲：这是一个新约技术你安尼做就当以色列人证明，上帝捌呼召你，伊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捌对你显现。这是第一个新约咱来知影讲，以色列人其实因的历史中间
即因的历史的故事中间，互因真惊蛇，因为因用蛇来代表犯罪的源头，是有些人去犯罪，离开上帝的对象。而且咱来知咱看迄个埃及的迄个图腾内底常常会出现迄个目镜蛇，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蛇是真恐怖的。如果因若看见摩西会当安尼佚佗蛇，因可能会因为安尼来相信。如果若佫无要相信，上帝佫互伊第二个新约基础。上帝讲你手伸入你的衫内底，叫摕出来了，我竟然生胎个病亲像洗遐尼白。然后上帝讲，你佫将你的手来放入衫内底，佫摕出来了，已经复原，甲身躯的其他的部分相共。上帝讲，若第一个新约因无要信，第二个新约因一定会相信，因为这麻风病是当时阵真恐怖的绝症之一。这种传染性的皮肤病当时阵差不多是无法度医啦。得到这个病的人，伊除了身躯顶的困毒疼痛以外，佫要承受精神、心灵上的痛苦。因为所有的人拢毋敢接近伊，因为这惊用传染嘛所以上帝用这个新约来显明伊甲摩西三甲比例。若这两个新约因拢无要信，佫有第三个新约，就是去摕尼罗河的水来泼伫涂骹，水就变做火。所以上帝互摩西三个新约基础来证明上帝的大权能。这时阵咱就会问讲，牧师我要去人传福音我若袂晓行新约基础，要安怎互别人相信？其实你要明白伫咱的身躯顶上界大的新约基础是啥物？上界大的新约基础就是咱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如果一个认捌你的人，我讲你信耶稣了，规个人完全无共款，过去的软弱今仔日拢改变了。安尼，这就是上界大的新约基础，是上界好的见证。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要活出一个新生命，是上界好的见证。牧师要大家提醒有几个步骤第一项就是咱接受上帝的时阵，咱爱信上帝，内心爱有真实的悔改。什么叫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悔改是代表一个人全然的悔改，包含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甲行动拢爱改变。首先，先对思想咱信上帝了，咱知影讲咱是一个软弱的罪人，咱爱承认家己的罪性，认捌家己所犯的错误，咱求圣神来光照咱，互咱知罪。咱是思想顶面爱有这款的意识，然后当咱知影咱家己有罪了，伫情感顶面爱为着罪来忧伤爱知影讲我这款过错会互我拄着真大的困境，所以我爱为着我的罪来忧伤。然后爱有意志，意志安怎决定？爱做一个决定，讲我要离开这个歹所行，转往真神。咱知影过错无要改，迄无路用所以你有后悔意志，就爱想要改变。人讲悔改就是后悔了爱改变。所以你意志爱决定讲，我要转离这歹所行，然后安怎最后身体安怎言行爱得到改变。所以咱第一项就是信上帝了，咱内心爱有真实的悔改，安尼你的生命才会有迄个机会活出新的生命。安尼佫无够，第二项咱安怎爱尊耶稣做咱生命的主宰。圣经咱讲，若有人伫基督内底，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咱讲要活出一个新生命，就是爱活出一个新创造的人嘛。新创造的人的秘诀就是安怎？爱踮伫耶稣基督内底，也就是讲，一个人完全被耶稣基督所掌管。咱恳求耶稣来到咱生命中间掌管做主，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当然，咱要凡事学习耶稣这真困难。所以咱第三项就是安怎？爱靠信心来活出
基督的款式。圣经人讲，你若用基督的耶稣的心做的心嘛，意思讲，咱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来行，照伊的脚领来行。咱伫做每一件代志的时阵，拢爱去想着讲啊，耶稣会安怎做？伫讲每一句话的时阵，咱拢想起着耶稣会安怎讲。这才是新生命的展现。啊，靠你家己绝对无法度，所以你要倚靠圣神来得到改变。所以咱这三项，咱来学习。信上帝了，你真实悔改，然后尊耶稣做你的生命的主宰，最后靠圣神来活出基督的款式。安尼，这种完全的改变吼，就是上界大的新约基础，就咱去说服人来相信上帝。所以唔通因为安尼来提示，互你的生命成做一个新约基础，用你的生命对人讲出上帝的伟大。咱看见着上帝安尼对摩西讲了吼，摩西也是伊丢毒，伊继续找理由。伊第四个理由是安怎？伊讲我能力不足。伊讲上帝啊，毋通找我，我一向无口才。你甲我讲话了，我嘛无改变，我就是一个喙齿钝的人，笨口笨舌、左口笨舌的人。伊对上帝讲，我能力无够，你莫找我。啊，其实咱看摩西其实毋是一个左口笨舌的人，咱看已经找遐侪理由，咱若去看着上帝看一个通敬畏的上帝，咱喙毋知要讲啥物话。摩西找遐尼侪理由，所以其实咱用华语讲就是一个辩才无碍的人啊。你若看《使徒行传》安怎形容摩西，《使徒行传》的讲法是安怎？摩西伊接受了埃及文化的影响。真有讲话甲办事的能力，所以伊根本就是咧找借口嘛。伊毋是口才无好，能力不足所以咱其实来理解就是讲，摩西其实是一个辩才无碍的人，伊只是咧找理由来提示尔。咱嘛常常会找理由提示讲主啊，我的能力不足，请你毋通差遣我我袂晓，我啥物拢袂晓也是讲牧师啊，你叫我去摒扫，叫我过门，我拢会晓。你叫我去传福音，我无可能会晓。其实牧师要大家知影，毋是咱能力不足，那能力不足是咱培养的，只是你愿意无愿意。你若愿意，但是你感觉你能力不足，你就只接受装备，自然而然，上帝要使用你，伊会装备你。互你有教育的能力嘛？所以咱看起上帝对伊安怎讲？伊讲，什么人互人口才？是我上主。所以你就去我会帮你讲话，我会甲你讲应该爱讲什么。所以上帝讲你免惊，你袂晓我拢会晓。我要使用你尔，你是上帝的器具。所以咱能了解上帝呼召一个人来传讲伊的信息的时阵。迄人所传讲，毋是家己讲话，毋是家己靠家己口才好讲话，是爱讲上帝话。一个真正上帝萝卜，就是咧传讲上帝话，毋是个人的思想、个人的想法。如果这件代志是确实上帝要做的，就免烦恼咱能力无够，因为上帝是咱的靠山。咱来理解就是讲，圣经当然讲，智慧稳定教也咱用。伊的能力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得完全。实际上，这就是咱来去理解，毋是靠咱家己熬。咱要服侍上帝，毋是靠咱家己的才能，是爱靠上帝，诚做咱的靠山。其实牧师服侍，无论过去伫机构，还是很主持伫教会，伫面对着这服侍逐项事工的过程中间，互我深深去体验着。若毋是靠上帝互咱的气力，靠上帝互咱的智慧，实在是无法度去面对。所以咱真正爱学习去倚靠上帝。上帝要成就的代志，伊的确诚做咱的靠山，咱毋免烦恼。咱即马插出来讲另外一件代志啦，因为咱知影，咱今日是咱教会实体礼拜的最后一遍，咱后礼拜了，要转变礼拜方式。
其实咧做即款的决定吼，其实是一个真两难的决定啦吼。一方面，咱是希望讲大家会当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但是一方面也因为拄着即个传染病的即个情形吼，实在是真困难吼。所以伫即个咧做决定的过程中间，实在是真挣扎。但总是伫即过程中间阮有经过评估，有经过考虑吼，所以才会做即个决定吼。当然有真侪人好意吼，有出侪真好的提醒吼，这牧师拢会参考。但是咱最后只会当做一项决定所以咱有决定讲，咱要转变做网络的即个礼拜当然上界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的人会对讲牧师，你开遐尼无信心啦，你开遐尼无信心。其实你要理解一点大家牧师要互大家知影，我后礼拜讲到我讲了较清楚咱要理解真正的信心毋是全部拢赖互上帝，真正的信心是咱家己有哪负家己的责任嘛。你袂当讲我开车出门，我拢无要遵守规则，家己胡乱开，然后要求上帝保守咱一路平安。咱家己有哪负责任因为咱现主时根据专家甲咱提供的意见，咱知影即款的病情爱伫通风的环境中间。人甲人中间的距离爱有一定的情形下面，咱才会当得到保守。所以咱今日若群众的聚会，其实会有一定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毋是影响咱家己尔，会去影响到别人。所以教会就做即款的决定毋是牧师无信心，是咱伫评估下面，咱爱负责任，为了保护大家身体安全，所以咱做即款的改变，而且是暂时性的，毋是永久。咱暂定2个月时间，希望这疫情赶紧过去。所以牧师互大家，大家做即款的解说其实做这个决定了，我伫祈祷中间，我嘛相当的平安啦因为我知影讲保护大家的身体安全是首要的，这是做一个牧者的责任所以请大家会当伫即个过程中间去体谅。另外，咱也爱把握即个机会因为即个时阵是真侪人真惊吓的时刻所以咱把握即个时刻接受上帝呼召，去传平安的福音嘛咱即马现代科技互咱足方便，甲别人接触即马拄好有即个机会，咱通利用即个时刻将平安的信息传互别人所以这是一个机会虽然是一个危机，但是也是一个机会。希望上帝将做咱的靠山，互咱会当真真正正将上帝平安的福音传出去。咱继续来看上帝让摩西解说较济了，摩西又还要提示，因为已经找无理由所以最后讲上帝请你找别人去，莫找我虽然上帝一再保证，但是摩西又还一再提示。伊甲上帝讲，毋是我，你选别人，你看毋到人无可能是我，你找别人去。这时阵上帝就小可生气咱看见着上帝对伊回答是啥？你要勇敢接受这个使命。上帝替伊安排同工，答应要甲伊同在，赏赐伊才能，帮助伊会通行神业奇事。目的就是爱摩西点点莫搁来上帝因这互咱去想到，目的就是要来摩西讲，我要找见就是你，你就是我的器具，你要勇敢接受这个使命。这互咱想到旧约的另外一个人，叫做约拿。约拿接受上帝呼召，爱去尼尼微传福音，头先嘛是提示，但是最后上帝依然爱伊接受伊的责任有人会讲爱上帝较伊遮尔阿爸，牧师要甲大家讲，上帝是爱咱好，伊爱咱透过负担这款的责任，去经历上帝拿签。伊呼召咱，互咱明白，互上帝使用是一件真幸福的代志。咱看见着摩西互上帝使用了，伊对一个真愤慨真郁卒的
旷野内底咧流浪的牧者，变成做以色列国的国父。咱若继续看出来记记的记载，咱就知影，当摩西甲亚伦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做，咱发现讲，摩西了后就无有啥物家己的意见，上帝讲啥物话，伊就做啥物话。上帝的工作伫摩西点了，就真顺利进行。当摩西无搁再找理由，无搁再提示，无搁再过度考虑，无搁再怀疑家己，无搁再怀疑上帝，真正去做上帝所吩咐伊的代志的时阵，上帝就互摩西看见上帝的作为，才互摩西的信心完全被坚固，上帝的事工嘛完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接受上帝的呼召，咱来点回应上帝的呼召，用咱的实际的行动回应上帝的呼召。特别是这个时期，我需要大家讲过，这是一个真互人惊吓无平安的时代。上帝呼召咱爱做平安的见证。把握这个时期，你当关心的朋友起来关心，分享平安的信息，带互人平安，唔通阁提示。望咱也当经历摩西相款，上帝的大权能，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透过摩西的故事，予阮明白，人生命的改变，就是接受你的呼召开始。求主帮助阮。拢会当回应，用阮的性命去回应你的呼召，阮成做一个活法的见证，去分享平安的福音。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阮充满快乐甲信心。我咱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